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59篇16節，但我要歌頌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愛，因為你作過我的高臺，在我急難的日子作過我的避難所。但我要歌頌你的力量，早晨要高唱你的慈愛，因為你作過我的高臺，在我急難的日子作過我的避難所。神啊，當我哋默想喺生活中經歷你嘅同在、憐憫同埋引導，都使我哋再深切去體會你常以無條件嘅愛環繞住我哋，作我哋隨時嘅幫助同埋倚靠。神嘅信實鞏固我哋嘅信心，唯有你係最穩固嘅高臺，使我哋不動搖。唯有你係最可靠嘅力量，使我哋越過困難。唯有你係最安穩嘅避難所，使我哋得拯救。神啊，感謝你嘅恩典，我哋要歌頌你直到永遠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